如果你本身都係想買份危疾保險，而家可能係你最後亦都最好嘅購買時機。從業6年，親手賣出115張危疾保單，揾到嘅客戶10個有11個都比較緊。我亦都係香港保險 social media 講產品比較嘅元祖級成員。香港保險業聯會喺3月嘅時候出咗危疾定義標準化最佳行業準則，旨在幫16項嘅危疾同埋5種早期危疾去 set up 一個安全網，作為香港危疾保險嘅最低標準。因為而家目前你大機率會遇到嘅最新，亦都係最完善嘅儲蓄危疾，佢哋本身已經有嘅舊疾病定義已經好過保險業聯會推出嘅新標準定義10條街，所以最新提出嚟嘅呢個行業標準並唔係一嘢想扯高成個香港保險業嘅疾病定義方面嘅標準，反而其實只係一個安全網。如果你本身都係諗住穩穩陣陣買一份可以安心用到100歲嘅儲蓄型危疾嘅消費者，咁以下嘅更新你必須要留意。我同樣你作為消費者，好簡單咁諗，咁梗係定義越寬鬆越好啦。越係翹口，越係難 hit 中嘅定義，咁佢就算嗰啲保障寫到幾琳琅滿目都好，咁 hit 唔中嘅話，咁都係賠唔到出嚟嘅啫。俾啲例子俾大家感受一下，2026年9月1號之後，唔少保險公司自願參與咗嘅危疾保險嘅疾病定義會係點樣嘅一個模樣。我會用我自己保險公司嘅疾病定義嚟作為例子。咁我公司嘅疾病定義咧，同主流好多保險公司採用嘅定義都係一樣嘅。咁首先呢，胃黏膜相關淋巴組織淋巴瘤同埋骨髓惡性腫瘤喺我哋呢度本身喺2026年9月1號之前擅發嘅危疾保單係全數賠償100%，但係喺保險業聯會入邊所提倡嘅定義入邊係不獲賠償。跟住就係通波仔啦，通波仔相信係咁多位年長男士最 concern 嘅非嚴重疾病。喺我哋呢一度，任何一條冠狀動脈狹窄程度超過50%就有得賠，但係如果係新定義嘅話，淨係限3大主要冠狀動脈同埋狹窄嘅程度需要超過60%。大部分嘅保險公司都係採用一個28日嘅中風觀察期，除外嘅情況咧都係嗰啲嘢啦。咁但係喺保險業聯會推出嘅新標準定義入邊，嗰個觀察期會多咗2日，而且除外嘅情況咧就會額外多咗4種狀況咧，都係唔會獲得賠償嘅，包括可逆性嘅中風。本身喺我哋既行嘅定義入邊，前列腺上皮瘤內邊第3級係會賠償原位癌20%，但係喺新定義入邊咧係唔會賠償嘅。T1N0M0 以上級別嘅甲狀腺癌全數會賠償100%，但係喺新標準定義入邊，甲狀腺癌喺55歲或者以下，因為多數都只係第一期，淨係會賠非嚴重疾病。咁樣聽法，你可能會覺得吓，咁新嘅標準定義有啲咩好啊？如果所有嘅保險公司都跟呢個新嘅標準定義嘅話，咁咪全世界一齊倒退？其實就唔係咁樣嘅一回事，因為香港嘅危疾保險市場又或者所有想學香港保險啦，市場嘅競爭好大，而且資訊非常之透明。咁所以咧，如果有個別嘅一間保險公司咧，佢喺疾病定義方面係稍稍遜色過其他保險公司，其實好快就會俾市場上面其他嘅競爭者踢咗出去㗎啦。其實可以預見2026年9月1號之後所新推出嘅產品，又或者2026年9月1號之後所新擅發嘅保單，保障方面唔會同以前嘅差得太遠，但係呢一度會有一個不確定嘅因素。咁首先呢，就係到目前為止啦，都冇一張明確嘅參與公司嘅名單。咁所有呢都係好似我哋保險公司咁啦，都係一啲對內嘅通訊啦。咁就同翻啲業務員講就話啊，我哋咧會點樣用翻啲定義㗎？總之新舊咧其實都唔緊要㗎。咁總之咧，對於客戶嚟講賠償咧，就永遠都揀客人最有利。咁咧就其實無論咧你係新客定係舊客都好啦。咁我哋一定會用翻一最好嘅待遇俾你嘅咁樣。咁但係咧，我作為業務員咧，呢一度就有少少嘅 concern 啦，就係究竟所謂嘅對客人永遠都最有利呢一樣嘢係喺合約嘅邊一部分反映到出嚟咧？將會點樣反映？將會點樣寫咧？新產品佢又會點樣去同時採納保險業聯會嘅新標準，再加上額外本身呢啲已經有咗好耐嘅好嘅較寬鬆嘅保障，又或者2026年9月1號之後所推出嘅新產品，會唔會借加依加多啲保障落去？話on top of 呢一個保險業聯會嘅新標準以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嘢㗎，好寬鬆㗎。咁但係又會唔會因此其他保險公司啦，又或者我保險公司其實真係冇人知嘅，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就借啲嘢又加價咧？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同埋保險公司係會係一個點樣嘅角力咧？會唔會佢又好似即係麥當勞喺通脹嘅時候借啲嘢加價咁樣，又會再加多啲錢落去一個新嘅產品度咧？咁呢度咧純粹係我親手幫大家投保咗100幾張儲蓄型危疾保單之
之後嘅少少嘅臆測啦，即係都係我嘅偏見，咁全部咧都係毫無根據可言嘅。我唯一可以俾到你嘅有兩個結論。第一個結論咧就係我覺得市場上面係唔會出現集體倒退嘅情況，因為其中有一間咧，如果佢俾出稍遜嘅保障嘅話咧，咁佢即時就會俾市場淘汰噶啦。第二個結論咧就係如果你想鎖定，已知你想鎖定一個較寬鬆對自己有利嘅疾病定義嘅保障嘅時候，咁我就好建議大家趕住喺9月1號之前去擅發咗你嘅保單，即係話大概喺8月頭至8月中嘅時候咧，一定要完成晒所有嘅投保程序啦。作為回饋翻咁多位觀眾嘅禮物，我準備咗一張好詳盡，亦都好簡單、容易睇得明嘅 PDF， 入邊列咗我保險公司同埋另外一間非常之受歡迎喺產品設計方面好有競爭力嘅一個 broker 朋友好中意買嘅一間保險公司嘅疾病定義啦。咁就有3個排坐咁樣嘅定義咧，咁就等大家好直觀咁樣一覽無遺我保險公司啦，另外一間保險公司啦，同埋保險業聯會最新嘅呢個疾病定義比較。只要你 WhatsApp 我咧，我就會 send 呢個 PDF 俾你噶啦。咁點解我會特別揀呢一間保險公司咧？係因為佢喺產品設計方面非常之優秀，只不過你細心啲留意話咧，佢嘅疾病定義咧係有好多鬼鼠嘅地方嘅。反而咧，我保險公司同其他主流保險公司一樣啦，就係佢嘅疾病定義咧係我會覺得有95%相似㗎。咁所以咧，我就特別抽取咗市場上面2種唔同形態嘅疾病定義啦，同埋保險業聯會新推出嘅新標準咧，俾大家直觀咁樣感受一下，原來喺市場上面流行咗2至3年嘅儲蓄型危疾嘅疾病定義咧，係寬鬆過新嘅保險業聯會推出嘅疾病定義多好多。我係 Adriana，希望呢條影片幫到你啦。如果中意我呢條影片嘅話，記住 like 同埋留言，我哋下次再見。